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8月17日，假先知之死。耶利米书28章1到17节，其中第9节这样说：预言和平的先知要等到预言实现，人家才承认他确实是上主差派的先知。看起来今天的经文会有一个张力哦，这个张力就是真假先知真的是要来分辨了。也就是今天的这段的经文是我们延续了应该是说昨天27章的经文。那我们看到呢昨天的经文是记载这个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利米带着绳索和轭到圣殿向他发预言。那么来到了第4年，就有另外一个先知哈拿利亚到圣殿发预言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就是说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这个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圣殿的一切器皿都带回这个地。我又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哈拿利亚预言说神已经折断巴比伦的轭，这听起来是一个好消息在当时候这个一片这个可能是哀嚎声绝望当中，好像看见了一个曙光一样带来了好消息。但这真的是上帝的借着他来说预言的真的先知吗？还是他只是一个假的先知呢？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耶利米听到这样子的话，他怎么说？他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这是耶利米的一番话回他的话他并不是带着讽刺的意味而是耶利米真的是对自己和自己的国家的一个热忱他真心的希望这个犹大能够早日的复兴同时他也肯定神的计划好像并非如此但是他愿意就是来看来顺服神心意是什么所以他接着就说因为在第5节到第11节，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是还是不是呢？那么接续我们就会知道了就会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那在我们第12跟13节，我们就知道先知哈拿利亚把这个耶利米的这个颈上的轭折断了然后耶和华就临到这个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拿利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来铁的轭。哇，这个意思这个耶利米他就非常清楚了他其实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于是呢，这个耶利米就对先知哈拿利亚说：哈拿利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当这一切应验的时候，也就是那一年，确实这个假的先知哈拿利亚按照上帝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以至于大家都很惊讶，知道谁是真的先知，谁是假的先知。但是很可惜，神的百姓仍然应景不听
真的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有没有想到现在？求神来怜悯我们使我们不至于心硬骄傲愿神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因为这个时代也有许多的消息连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这个到底是真消息还是假讯息，我们有时候都很难以明白但是我们的神给我们圣经，我们神也透过祷告，让我们每个人可以到他面前，我们可以透过祷告跟神对话，神乐意将他的话，他的心意来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面也透过小组，我们属灵伙伴，甚至我们在讲道中，或者是我们在各种的聚会中，我们如果我们领受神那里来的话，使我们真的是符合神的真理的，那么我们真的是要回转归向的神我们今天有没有要决定的事情呢？这重要的决定是要走哪一条路呢？我相信神要带领我们在那岔路口，他要我们走一条是合神心意，因为他要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苦，与我们同欢乐，他使我们的心可以自在，他与我们同行，那么就没有什么是不行的，好不好？我们勇敢起心来跟随神，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恳求你开启我们的心，主让我们可以认识真理，也能够领受神当下的心意，主让我们用信心来跟随，叫我们行在圣灵又新又活的带领中，经历我们信仰的真实。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真的是活在主的心意里面，我们经历这一位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得以行在这世上荣耀神的路，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也给我们5星级的好评跟这个鼓励我们明天见。